隊陣容先啦，和哥。好啊，咁啊出最係作客嘅尼泊爾方面啦，門雙方強步去球場入面咯喎，好。點解咁講咧？你有35歲，我有30。個盧比隊隊啱咧就第3，入咗4球喎，全季攞咗個季軍啊！響佢個區嘅地區聯賽，送翻上前先啦，左手邊位置，再不過呢2年啊嚇，係啊，呢2季都不停進步啦，腳風大順啦，轉身去到啊，插個高，魚子個速率係相當好，暫時都仲係等緊第一粒。掟到埋嚟，周元德批到2傳嚟，前咧就米高後上。點搞法？呢邊直接借啊！嚟自史提芬彭利拿，佢就係聽到你頭先講嗰句嘢啊，爭取第一個入球啊！呢邊都係採取個人低嘅防守戰術，扯到遠處位。呢邊長送到埋先啦，過唔到嚟陳俊一，亦都二碼區。左腳高波外彎斜遠處位置，彭拿 set 到2傳，都球個速度上咧就要加翻快啲，同埋甩腳甩快少少啊！即係你實在太慢，有時啲選擇。呢個波俾你嚟遠處遠入，第一時間啊！避翻一仔，等個波打彈地，再揼多下得分氣，好嘢！關後地被佢第一關出埋遠處位置，缺噶啦。扯埋中間呢下就好嘢啊！咁啊，周元德頭槌線得過嚟，遠呢邊上腳拉啊，左腳拉，亦都見到係啊，孫明軒搶翻個波俾陳一，地波扯翻出嚟，呢邊主南背後仲有米高一射嘅時間係飛到啊！傳中球嚟㗎，咁啊對方嘅一個解圍咁啊落咗去米高腳下，都算係射得唔錯。個紅衫嘅小禁區入邊直接拉埋去啊！你零入球，我問香港足球代表隊。着藍色波衫，型嗰個進攻線咧近佢嗰邊啊嘛。好啦，呢邊哇呢個波扯，好左腳高波彎遠處位置 set 到埋嚟米高，唔得係啦。陳俊一佢突然扯高少深少少，希望俾到米高球員啊！右腳高波遠處，哇！好，都係高波，繼續扯遠處 set 到埋嚟啊！咁樣係甩咗嘅，益晒呢邊落迪古斯啊！嗱，睇下有冇機會攞翻個開齋波啦！地波送埋中間位置，哎呀！位置都係賓仔負責搞，繼續高波遠處門轉上接唔殺，撩翻埋嚟波子基，變運波快，再打翻上前，未解得晒圍嘅，比賽繼續，顏卓斌想起避過對手，今次罰球點搞法？長傳送到埋去12碼。因為早幾日嗰場表演賽咧，對曼聯就唔係 A 級比賽嚟嘅。呢邊照你，哇唔得！住呢個散遠處噶啦，扯埋頭柱，左腳就係費蘭多少少。好啦，今次左腳扯過嚟遠處啊！哎呀，稍為大力咗啲啊！咁其實就落轉身去追翻個波先。後邊有人逼埋嚟噶啦，有冇機會回到啊？個波俾人 kick 之後，個波又有少撻 Q 啊！好，直線俾上嚟。包到啊，應該魚啦。右腳得還換左腳出高波遠處位置。好啦，左腳扯埋中間位置，又係啊單錘打翻出嚟先，個波打得唔遠嘅。落翻呢邊嘅陳俊樂腳下，側個直線落去底線位置。好嘢，徐榮傑一個兜咗左腳出區埋嚟，個波又係唔係好到位啊。後邊仲有孫明，一落去一搓一射，亦都係散到人啊。呢下就幾靚啊！哎呀，俾對方嘅打法反擊添，一個3打2，左路就空晒噶啦，俾落去但係冇乜力啊！呢個波兩步插都係頭柱。好啦，今次扯埋嚟，真係後柱頂到喎！嗱，呢下也頭右路嘅進攻，斬埋中間位置，哎呀冇人啊！續港隊自由球機會先，可唔可以到？會呀，頂到唔緊要，落地股先。係並冇放棄，球員更加唔可以放棄啊！大手掟到埋手榴彈戰術雙錘打翻走先啊！嚟自門將嘅林寶，呢邊再 set 都係唔掂住。睇呢邊快唔快得到啊？都係快唔到啊！咁啊，稍為猶豫2下，就真係慢2秒就慢2秒啦。你見到香港隊嘅球員咧，都可以話回晒防噶啦。睇下呢邊得傳個波出嚟得唔得？中間位置第一時間撞。今日港超就好多入波都響補時階段發生啦嚇。呢場友誼賽如何先啦？嗰個波推翻出嚟中間位置，有冇人幫到佢啊？側邊仲有早連路，文尼拉馬，黃牌又好啦。咁語氣同埋坑佢攞埋底線將黃嘅呢喂！好啦，高波笠翻埋遠處位，可惜又俾人拋翻彭迪，再聲高波。古龍 set 頭槌俾翻卡奇，哇！今日古龍入嚟咧，好多波都係俾阿卡奇直接想爆底線位置，搏啦！余子林話 OK 收到，哎呀！
咁呢係咪回傳咧？咁啊都佢果係偏向失望多少少。港隊最佳球員與